国内对去年3月2日开始，已经全面禁止食电子烟。不过，经过调查发现到，即马有关是有要加8万的各种高中生伫咧食电子烟。实际上，网嘛会当发现到业者以糖啊、果汁的名继续伫网络咧卖电子烟。虽然中央是已经参平台合作禁止相关的关键字，不过民团就烦恼讲部分的网站设伫咧国外，咱政府管袂到。 用关键字电子果汁、电子糖啊，伫网络顶找，竟然找会到卖电子烟的网站。虽然去年3月2日开始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但是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推算，即马阁有7.9万的青少年在食电子烟。因发现业者会用糖啊、点心等等撇话卖互囡仔。跨部会合作来全面防治电子烟吼，那从网络啊吼，或者是咱那边境啊、邮包吼，各种方式伊咧行销的时阵，拢会去监测买人，因处罚20万至100万吼。啊，那业者吼、平台业者，因为即马拢有咧甲阮做伙共同来合作吼，然后监测到就跟下架把做一些会员的管理机制。国健署提醒，青少年食电子烟会见调的，而且影响大脑的发展，钓竿的机会也会提悬。国健署建议家长爱加陪囡仔，了解用网络的关系、朋友等等。另外，有民间团体指出，有一寡卖电子烟的网站，技术设伫咧国外较好管理。 有一寡伟大的部分集团是跨国，我伫另外一个国家架伺服器，你掠袂着我，这就是在各个国家或者是数位平台当中应该要去谈的。虽然国内的拍卖网站业者拢透过限制关键字等等方式，已经找无电子烟通买，但是有一寡可能设伫国外的私人网站要查会到。民团建议政府爱跨国参其他国家参详，试来解决问题，也通参考管理违反时效性輻射防治条例的网站的方法，以限制接触，也就是封锁网站的方法来应用。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。